就是您刚好像也发了声明，对，是，针对国安人员透过华航非法购卖大量烟品一案，我昨天已要求华航全面展开行政调查，那也配合检调单位的侦办，务必厘清疏失跟责任。那么关于这一件违法行为，我也要求华航针对历年来的状况加以厘清，并对外说明。那对于此案，我绝不护短。那华航所涉及的疏失跟责任，究责无上限。部长，请问您说就是针对华航事情，针对历年来都要调查，那是会查到什么时候？查到马政府任内吗？还是有没有一个回溯的期间？资料到哪里就查到哪里。那这个是涉及可能历年来的情形。那外界有所质疑，我们绝对不能只针对一次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必须全面，那么无上限的进行调查，那厘清疏失跟责任，而且究责无上限。部长，您说究责无上限的意思是会撤换工作？那么证据到哪里责任到哪里？那么当然涉及到的人事的检讨就到哪里。部长，刚才黄光辉他已经说，这可能就是华航高层所为，要让华航自己去调查，不是有球员兼裁判的嫌疑吗？当然，我们交通部会持续监督这件事情。那目前也有司法的调查我相信我们行政单位即刻就内部展开调查，而且将资讯透明那由社会来加以监督。我相信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态度也是我认为交通部作为一个主管机关，我们要求彻底内部先行政调查，而且公布这些资讯以昭告社会并进行必要的究责。部长，谢谢。